为你，在世界之上，何者为大？天地为他，何者为真？父母为真。你在家的自己，孝顺父母，出家之后的尊敬公母。才有嘞！你岂知道出家之后尊敬公母？今日是你公母去了上头，你为我不去白头啊！现在是白娘王受担心，为我把官做到底，众兄嫂身上做得来白头，只有我独自一人修有情，我灵灵怎样做妇女，不去白头不合理啊！我知道母亲匆匆为何故，家园内为此区区的小事情，你倘我不把公不敬，我叫你不骂我自理。你摆着是我不自理，分明你把我的娘看不起。听见我不敬公婆不拜岁，从来是君才臣不自理。穷人民们谁有的，家与国家便是我归的起，哪一个还喜做马做模范，哪一个丈夫节气要赢哪里？我在找你为驸马，逼不得民间所欲情。要知道，你我的身份不能比，凤凰家鸟有高低。你是唐家的陈名字，我乃是金枝玉叶帝王的后妻。可郎，可郎。既说你是金枝玉叶帝王女，为何与我配不起？自今起嫁与我，就应该前去白头，因哪里？知不道君为贵，臣为贱，我岂肯与你国家打头的？这什么穷人分贵贱，就是那东宫太子也来白头中头里。他听是奉了父王的旨意，不得不去呀。今东宫太子奉了父王之意，前去拜寿，宽降起来就是你父王嘛。我父王怎么样？他虽不能前去拜寿，也要备上一份寿礼，何况是你？我也怎么你样？是本阳王的儿媳，是我乖的妻子，你国家3月12功劳，尽管口出狂言，藐视我王家，啥不是我王家的恩赐？哪有你国家父子的富贵？呸！你修道国家富贵写堂里，听我把旧日的言明，我
要教训你，我爸要伤你。你当两你也不滚蛋，哼！啊，你真的打我了！好，你当死我吧！你当死我吧！你，真的是亲子鸟也听，找他何
的。你当在红灯时候意，我就为你负死，为我后来，我却问你，在世界之上，何者为大？天地为他，何者为真？属我为真。你在家的自己，小臣父母，出家之后的真经公母，又来。你岂知道出家之后真经公母？今日是你公母亲上头，你为我过去白头啊！今日是本阳王受大刑，为我把官做到底，众兄嫂身上做备来白头，只有我独自一人修有情，我灵灵怎样做不你过去白头不合理啊！我知道怒气统统为当今王他是母父，我本是金丝牛一副马蹄。今日是本阳王受判刑，那驸马再三叫我带走去营查里，我本想夫妇去拜寿，西施两军来成父子礼。是了，今日驸马接待宾客，想必劳穷，不命宫门挂起红灯也好。家园内为此区区的小事情，你讨我不把公不敬，我叫你驸马不自理。你摆设自我不自理，分明你把我的娘看不起。今天我不仅公婆不拜寿，从来是君在承恩父子礼。穷人民们谁有的，家与国家便是我归的亲，哪一个还喜做马做我背，哪一个丈夫结妻要赢哪里？我在找你为驸马，逼不得民间诉于情，要知道你我的身份不能